大家好，今日好開心可以同大家分享一本我覺得好有力量、改變咗我睇人生方式嘅書《被討厭的勇氣》完結篇。唔知大家有冇睇過第一本《被討厭的勇氣》，又或者聽過我之前嘅說書呢？唔緊要，即使未睇過都冇問題，因為今日我講嘅呢本完結篇會令你係重新思考點解我咁努力都未覺得快樂，又或者我係咪太在意人哋點睇我？簡單啲講，成本書就係用對話形式，哲學家對住一個有啲迷惘嘅年輕人，講點樣揾到真正屬於自己嘅幸福。你可以想象係兩個人坐喺茶餐廳，一邊食早餐，一邊鬥嘴，一邊講人生哲理，咁就啱 feel 啦。第一本講咗勇敢做自己，就算俾人討厭都唔緊要，而第二本呢，就唔止講點諗，仲會講點做，行動實踐，唔再淨係諗幸福，而係活出幸福。書入邊有一句，我真係睇完之後停咗幾秒喺度諗，你嘅人生唔係比賽，而係一場舞會。我哋成日拎自己嚟同人比較，邊個升職快啲，邊個儲多啲錢，邊個小朋友叻啲。但其實人生唔係比賽，係跳舞嚟噶嘛。你唔需要跳得最快最靚，你只要 enjoy 自己嘅舞步咁就夠。呢一句說話，我覺得係成本書其中一個最溫柔但最 powerful 嘅提醒。書中講咗5個重點概念，我試下用生活例子同大家分享下。第一，目標論。有冇諗過你而家做緊嘅嘢唔係因為過去影響你，而係你自己有個目的？例如我朋友阿 May， 佢成日話自己冇自信，但原來佢只係驚出錯，驚人哋唔認同，所以選擇唔講嘢。佢睇完呢本書之後先知，原來係自己選擇唔出聲，唔係因為過去陰影。第二，課題分離，即係你負責你嘅人生，我負責我自己。例如你朋友唔開心，你當然可以關心佢，但你唔需要為佢情緒負晒責任。佢開唔開心唔係你嘅課題嚟嘅。第三，生活風格，你點睇世界，你就會點樣生活。你覺得個世界對你唔友善，你就會變得防備冷漠。你覺得世界有人情味，你自然會變得開朗信人。第四，自我接納。好多人以為自我接納就係放棄進步，錯，其實係話我未完美，但我接受而家嘅自己。唔係放棄，而係坦然。第五，貢獻金，幸福唔一定要人讚你，有時只要你知道自己對世界有用，你就會覺得幸福。例如退休嘅爸爸教街坊用手機，婆婆煮飯俾鄰居，嗰種滿足係錢都買唔到。我識一個朋友阿豪，喺公司入邊係典型嘅 yes man 啊嘛，上司叫做乜就做乜，同事點講佢都唔反駁，搞到自己好大壓力。睇完本書之後，佢開始學習拒絕，開始講自己意見。最初大家唔慣，仲話佢串咗，但係過咗一排，反而越嚟越多人欣賞佢有主見，佢自己都輕鬆咗。又例如家庭入邊，阿蓮係3個仔女嘅媽，佢成日為仔女操心，咩都幫佢哋安排晒，但越幫越覺得唔被感激。本書入邊有講，你唔可以代人完成佢人生嘅課題。佢學識咗放手，俾仔女自己負責選擇，佢哋之間反而冇咁多火藥味。我想用書中最後一個重點為收尾，幸福唔係等人俾你，係你選擇做自己嘅嗰一刻開始。你可以選擇喺關係入邊講真話，你可以選擇喺職場唔再迎合，你可以選擇接納唔完美嘅自己，仍然值得愛。幸福其實係你每日願唔願意為自己行多一步。被討厭唔可怕，最可怕係生活到最後都唔知自己係邊個。如果你都覺得呢本書對你有幫助，記得訂閱、按讚、分享，多謝晒大家。